台南市的大东夜市，佮有新的大东夜市，将宣布讲哦，明年1月初3开始要停业1个月。市长处是表示讲，这2个夜市啊，因为佮还未取得合法的营业许可哦，会当连续处罚，嘛可能会甲因断水断电。所以夜市啊，家己决定讲要先停业来改善环境，取得合法的许可。 来到夜市营业的所在，虽然是日市，不过也受一寡摊商当咧整理物件，准备暗时要去别个夜市做生意。台南真有名的大东夜市甲大东夜市，传出为明年1月初3开始要暂停营业1个月。安尼感觉分做两边，就感觉讲，这夜市安尼感觉不够团结呀。对，做保养啊，做到位哩。做保养会使做啊，因为台南这个夜市啊。 等伊1个月了，他搁转来就对啊。我嘛是用拉比啊。那现在又突然听到他们是违规营业，需要来暂停1个月，我觉得对，就是我们在地人会觉得说，很可惜少一个夜市。对此，台南市的市长处表示，目前2个夜市已经是分开经营，法律上拢是新的夜市啊。 市长处会搁加强辅导因设置许可。经过3个月的辅导期过后，各委员已经无意见，后续公告30天广纳民意，在公告期间不得有违规的行为，使得取得夜市合法设置的基本资格。业者误以为停业30天就可以拿到夜市许可，那纯属是误解。 爱煞去别位做生意，摊商是真无奈，民众也感觉真可惜，夜市又搁要停业。对此，业者嘛强调会配合台南市府的辅导，希望会当协助因合法。我们这昨天都去开会协调了，现在我那边是，就是我们也是就是配合市府的辅导嘛，然后让我们夜市能够合法，让摊商能够在一个合法的环境经营，也摊商也比较安心。 大东夜市甲大东夜市进前因为经营的问题超袂好势，今年9月总算重新开幕。经过几摆的沟通甲辅导，夜市嘛大合法。市长处强调，停业是业者家己决定的，甲市长处无关系。因后续卖继续关注。记者温正雄台南报道。